带观众朋友来看过这新闻，讲到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行动，即马搁再逼出有一寡争议行为。30有一名以色列的特工假扮做医疗人员去攻击约旦河西岸的病院。巴勒斯坦外交部就批评以色列犯着危害人类罪。另外，顶个月底，以色列军队杀死一名骑白旗导航的查甫人。以色列军方表示，这件事件目前当在审查。病院走廊出现一名骑长枪的查甫，穿医护人员也是一般民众的衫，也阁有人早倒去轮椅四过搜查，甚至将人压制伫壁角。因是以色列特工，叫做医护平民参与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德灵的伊本西纳病院突击断死3人。وقام تصفيتهم بدم بارد مباشرة في عيرة نارية في الرأس. 巴勒斯坦外交部透过社群媒体公布监视器画面，批评这场病院杀人的行为，犯害危害人流罪。以色列军方表示，行动锁定的是一个哈马斯恐怖分子小组。那以军8年前也以同款方式突袭过西华城市西布伦的病院。也有一件争议事件发生伫1月2日，加沙南部汉尤尼斯以军行动一区5名巴勒斯坦查甫人伫乌烟下面慢慢来行。下白旗啊，举双手，其中一个人也接受媒体访问，想要到拄啊结束，就互断死倒伫涂骹。في جندي وفي كان ضوء بعرفش هو ليزر قناص المهم في ضوضاء قبل اطلاق النار. 影像公开了后，受到外界高度关注。一名以色列军方官员表示，军方当咧审查一件枪击事件，了解敢是有不当行为。那迄天甲受害者同齐人，因为烦恼保护，也拢毋敢接受媒体访问。联关组织指控，以军伫加沙后背发滥用武力，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就双方翕到影片，军事调查也真正起诉涉案的士兵。另外，加沙地区上主要的人道组织联合国活动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署，最近方指控有人员涉及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事件，造成美欧主要援助国家暂停关注。涉案者已经真紧封死掉。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30暗伫纽约，甲36个援助国代表会面，讨论安怎应用援助国的关切事项。联合国加沙人道中间协调官强调，这个机构无人会当取代，资助减少会直接影响200万巴勒斯坦百姓。美国表示需要有根本性改革。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译。